當患者嚟到求診嘅時候咧，當然針灸係其中一個治療嘅方案啦。咁但係其實佢日常生活之中咧，佢亦都有啲嘢需要注意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朱家俊中醫師啊。今日咧，我想同大家分享下中醫對眼科疾病嘅問題。咁咧喺中醫嘅學說裏面有呢個五輪八廓學說。五輪咧其實就包括咗風、血、水、肉、氣呢五輪。而呢五輪咧，啱啱好咧就對應我哋五臟，咁透過調理到五臟嘅氣，從而改善到眼睛嘅疾患。青光眼同埋白內障咧，其實佢哋本身嗰個問題嘅原因咧就有少少唔一樣嘅。白內障咧其實咧係晶體嘅問題，咁呢個晶體咧喺中醫嘅角度嚟講咧，其實咧都係屬於膽嘅範疇，其實係膽汁嘅一部分嚟嘅。咁我哋會調理一個病人嘅肝膽啦，或者有時候會按照佢嘅情況，可能調理佢嘅三焦啦，從而咧令到呢一個晶體咧慢慢變翻清澈。咁啊，我都有個 patient 咧，咁就曾經因為白內障呢個問題咧而嚟就診嘅。咁佢原先咧都係好朦嘅，經過一系列嘅治療之後咧，佢睇嘢嘅清晰度啦，乃至於佢睇嘢嘅能力咧，其實咧都大幅度改善嘅。青光眼咧就有少少唔一樣啦。青光眼最常見咧就係因為眼壓高而破壞到視力。佢涉及到壓力嘅問題嘅時候咧，佢就必然地咧同呢個氣血嘅流注咧有關係啦。咁如果氣血嘅流注唔好，譬如話氣血流注入去多出去少，自必然咧你個眼壓咧就會一路漲。就好似我哋用眼用得多嘅時候咧，其實我哋氣血一定會用去眼度，咁自然咧就慢慢咧，好容易就會導致到個壓力嘅飆升。首先咧就係眼睛咧肝開曉於目，所以咧眼睛嘅問題咧主要同肝一定好有關係啦。咁我哋針灸咧其實就唔一定要需要喺眼附近嗰度落針嘅，咁主要咧就喺肝經啦或者膽經咧再出一啲調節。當然啦，五輪學說講緊嘅咧就係五個臟腑其實都有機會影響到眼睛嘅疾患。咁所以咧我哋就會因應翻病人啦，其實佢五臟六腑邊個臟腑出現問題咧，我哋從而就進行針灸啦。咁其實咧好多傳統入面嘅穴位咧，都對眼睛啊或者對視力咧係有息息相關嘅。譬如話咧承光穴啦，承光穴咧喺我哋頭上面，主要咧其實都係會幫助到睇嘢啦。光明穴啦，光明穴喺我哋隻腳嗰度嘅，亦都係會幫助到我哋嘅視力嘅。當患者嚟到求診嘅時候咧，當然針灸係其中一個治療嘅方案啦。咁但係其實佢日常生活之中咧，佢亦都有啲嘢需要注意嘅。譬如好似白內障咁佢需要注意下佢血糖會唔會有問題啦。咁如果係患有青光眼嘅時候咧，通常我都會先睇一睇佢條頸，因為頸嘅結構咧會好影響到經絡嘅流注啊。咁對於佢個眼壓咧都會受到影響。仲有一啲比較 common 嘅問題就係好似一啲發光嘅物件啦，例如好似手機啊、電腦啊等等。咁基本上共眼睛疾病嘅咧，我都會建議佢哋少睇一啲發光嘅物件。除咗頭先話減少睇手機或者電腦熒幕之外咧，其實低頭都係一個問題啦。因為咧我哋低頭嘅時候會影響到頸嘅結構啦。另外平時咧其實可以用一啲枸杞子啊或者菊花泡茶啦。枸杞子同埋菊花咧本身都有明目同埋護肝嘅作用啦。咁另外就係喺黃昏嘅時候啦，3點至到5點嘅時候咧，如果大家可以咧，其實可以試下用一啲暖水敷下眼啦。咁呢個咧其實會幫助到眼睛局部嘅氣血。咁最後咧再補充一個 tips 啦，如果大家咧睇嘢睇到覺得隻眼開始好攰好疲勞嘅時候咧，咁其實有一個穴位咧我自己都常用嘅，咁就係珠圓穴啦。咁珠圓穴喺邊咧？其實就喺我哋嘅手指公嘅兩個關節中間，我哋可以平時試下撳下呢個位，咁可以撳佢譬如1分鐘左右，咁你隻眼咧會慢慢放鬆。咁呢個對眼部嘅保健咧都非常之有作用。